嗱，乖乖地俾啲心機寫字啊，唔係阿姑媽唔錫你噶。姑媽，早晨。我奮發書香，士林大字堪讚賞，無頭典士半格能望，定能攀貴鄉，定能攀貴鄉，經師這遠道，要別故鄉。玉璧盤知我嘆無方，身藏鳳釵花無量，金釵轉化路上亮。為咗我娘親之金釵而做蘆葦。佢一臂之力啦，娘娘，我同你生死相依，所以我化石喺塔前陪你。娘娘，我哋永不分離嘅。小青，志林係灰星託世，此番赴考必中狀元，而且同你有一段水果難姻，你快啲去啦。我唔捨得離開你。小青，你聽我話，去啦。遵命。太醫，公主嘅病體如何？快對為王言明一旦啦！公主已在彌留之際，讓佢逃不出鬼門關啊！嚇！奏主上，新科狀元許士林竊盜，能將公主救還。既然狀元有啲嶄新醫術，立即傳令佢到此間啊！領旨。皇兒，你有得救啦！主上，公主竟然一命歸西啊！凌晨已半，雪離藍，說到公主佢病危，又可玩，教我夜闖心公，就天眼，希望着手回春，救病還呢。參見主上。許卿家勉勵平身，謝主上。只為公主不幸歸西，真令父皇心悲慘啊！莊元爺，你仲有靈丹妙藥難救公主生還啊！得得。閻王記下了勾魂令，若求復活，恐怕難上難啊！許士林，你唔使怕，你即管去醫公主啦，佢嘅壽元未絕噶，你去啦。
着手可成春，上前我忙照辦啊！主上，微臣岂能着手回春，把公主救還啊？許兄啊，咁你就立即上前醫你，希望救我王兒翻生啦！拎阿子。許兄家，我王兒到底怎樣啊？父王，父王，王兒，王兒，許兄家，今日你救活王兒，孤王招你為駙馬啦。係呢，到底你心中有乜嘢所情？孤王定然照準嘅。主上，微臣有冇囚在雷峰塔內？歷時18載，我欲請之還鄉祭塔，以表孝道啊！許兄家孝念可嘉，起來。係，許兄家，孤王就準你先行回鄉祭塔，等王兒佢休養片時，孤王定送王兒到雷峰塔與你相會啊！射住眼。野人就一路行來，思前後念到爹娘分散，怕憶舊恨新愁。食不盡珍饈，穿不盡感受。對人歡笑，背人愁。今日高中狀元，難報娘親劬勞因後。老嚴親悲分手，將嬌兒拋棄，把佛參求。大好家庭是豬老後，傷心怕見慘淡杭州，人來下吧。杏花香10里，狀元威馬走如飛。福玉劬勞寧不記，雷峰塔下表親誼。得，信你母子相見。